你说球速？就是你说速度的速？对，速度。哦，还可以，极限的吧，超出预期了，对吧？昨天加上风在吹，让球速度比较快一点，对吧？你现在是在讲开玩笑还是讲真的？认真。应该目前现在威城是守2垒，然后基宏跟苏伟达是让他们去竞争3垒。对。目前内野的开季的状况是，应该目前现在威城是守2垒，然后基宏跟苏伟达是让他们去竞争3垒。那哪一个状况好，就是下场的机会比较多。那到比赛的后半段，可能威城还会再回去守3垒，这个机会也是有可能的。然后2垒的部分再让守备组的一些球员下去守最后的比赛。目前守起来感觉是都还不错，但是他原本都是去年都是守3垒比较多嘛，就是还要多让他去接。他现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2垒跟3垒都有去练习。那其实这几年威城来守2垒也并不陌生，所以目前看起来他的状况是能够比较快进入在我们开季2垒的名单里面。目前就是开放竞争的状态嘛，志芳或者是伟汉，还有盛伟，我们不用担心他们，毕竟他们都是进来职棒有好几年的经验，那所以这方面只要他们身体状况调整得当，然后不要受伤的话，其实都有机会可以竞争我们接下来的2垒的位置这样。盛伟他去年的状况其实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在今年的状况看起来是比去年还稍微的好一点，就是比赛目前都还没有场次还没有很多，所以接下来还是要观察他对比赛的节奏是有没有办法掌握。阿雄的定位就会比较偏向2-3游的守备，在后半段会倾向让他来担任。伟盛的部分在学生时期，因为有担任过游击手嘛，中线的位置应该不会太陌生。刚进职棒的时候，很像体型稍微偏重一些啦。那其实春训这一趟下来，伟盛自己也说他瘦了蛮多的，看起来在手背的训练方面看起来是敏捷度也算好了蛮多。所以如果他的攻击能力状况维持的 OK 的话，因为我们球队比较缺乏右打，未来也是会有机会让他来多练一个2垒的位置，加入竞争的行列。顺序挤出了1垒方向。